榮幸又請到 AK 藥劑師啦，咁喺好繁忙嘅時間咧，都抽時間出嚟咧講解下關於藥物嘅知識啦，咁樣。好，今日就會講解關於呢個抗凝血藥啦，咁英文叫 anticoagulants，咁啊坊間咧就叫做薄血藥啊。咁首先問下啦，咁啊點解抗凝血藥咧又叫做薄血藥咧？blood thinners 咧？咁其實咧就講翻即係血本身先啦嚇。咁其實血本身咧，咁裏邊有啲蛋白質咧，某啲情況之下咧咁就會咧走埋一齊啊，所以叫凝固埋一齊啊嚇。佢哋某啲原因咧會佢哋一走埋一齊咧，甚至可能咧會形成一啲血塊咁一嚿嚿咁樣嘅。咁於是乎咧就會搞到啲血咧就結塌塌咁樣，或者係流得好唔暢順甚至塞住咗啲血管咁嘅嚇。咁即係好似我哋有時嗰啲坑渠咁啊，俾啲嘢塞住咗咁樣。咁嗰啲所謂薄血丸咧，佢哋咧就可以咧防止呢樣嘢，或者減慢呢樣嘢嘅發生，即係減慢嗰啲血嗰啲裏邊嘅嘢咧走埋一齊，或者係甚至形成血塊，可以減慢呢個情況。咁咧整到啲血咧又都暢通翻，流得暢順翻，所謂薄翻就叫做薄血藥啦。咁抗凝血藥點樣能夠可以咧預防啦，同埋治療心臟病啦、血管疾病咧，同埋中風嘅高危人士咧？呢一類人士咧所謂高危人士咧，因為佢哋咧就因某啲原因啦咁譬如話嗰啲病人本身咧係或者係可能遺傳啦，或者可能咧佢本身有個所謂呢個心房纖顫嘅情況，即係話咧個心房喺度亂跳特別係左心房凡係有啲病人咧，即係因某啲原因個左心房亂咁跳，或者遺傳原因，或者可能有啲細菌病毒感染嘅原因，咁搞到咧嗰啲血咧亂咁流，或者流得唔好，咁咧而嗰個裏邊頭先所講嘅蛋白質咧，就因為受到呢啲情況發生咧，走埋一齊，血凝固因子就會走埋一齊。咁佢走埋一齊嘅時候咧，就會再加埋啲血小板咁樣啦。咁樣啲走埋一齊嘅時候咧，如果細嚿唔係好多嘅時候，就會減慢個血管啦。如果好大嚿或者形成血塊嘅時候咧，甚至就會塞住啲血管。咁如果塞住咗血管嘅時候咧，咁如果條血管係啱啱係供應啲血液俾心臟嘅咧，個心臟咧就得唔到血液供應啦，咁即係冇養分啦因為血液就係帶咗啲養分俾個心臟。咁冇養分咧，咁於是乎咧就產生我哋所謂嘅心臟病啦輕則就心絞痛重則咧就真係所謂心臟病發啦。咁如果呢啲血管咧係輸送或者係流去呢個腦部咧，咁變咗即係話個腦咧就變咗又唔夠血到咯咁咧就會缺乏養分而引致所謂一個中風啦。如果係血管一塞嘅時候咧，就會產生呢啲問題。好，咁呢啲所謂薄血藥咧，因為佢哋個作用咧，咁有啲咧就可以減慢嗰啲所謂血凝固因子積聚，又或者有啲咧就可以減少呢個血小板參與同埋積聚。因為頭先講過啦，係要兩者血凝固因子再加埋血小板攏埋一嚿咧，先至會形成所謂血塊或者係阻塞血血液嘅流通噶嘛。咁如果啲薄血藥咧就可以防止兩方面啦有啲防止血凝固因子嘅積聚，另外一啲咧就防止血小板嘅參與同埋積聚。咁兩樣嘢咧就會可以防止到咧呢個血液，防止啲血咧流得好結，或者係形成血塊而阻塞血管，引致心臟病同埋中風啦。咁咧就抗凝血藥咧就主要分兩大類啦，抗凝血劑啦，針對住嗰啲凝血蛋白佢哋嗰個作用嘅；另一類咧就叫抗血小板藥，阻止呢個血小板嘅聚合而形成血塊嘅。第一種咧，所謂抗凝血劑咧，佢個效用咧就都幾強下嘅，可以即係干擾血凝固蛋白咧聚同埋延長血塊嘅形成嘅。咁如果兩者比較嚟講咧，就呢個抗凝血劑咧係嗰個效果係大過嗰個抗血小板藥。當然啦，兩者都結果都係可以阻止到呢個血塊嘅形成減少血管塞嘅情況嘅發生嘅。好啦，咁咧就呢兩大類咧，亦都可以分小種類嘅。首先我哋講下第一種先啦呢個抗凝血劑啦咁抗凝血劑咧其實有三大類嘅。第一種咧就叫做呢個維他命 K 拮抗劑。點解有關維他命 K 事嘅咧？即係維他命 K 咧，原來咧就係對我哋嗰個血凝固嗰個程序嗰個發生咧係好有一個重要嘅角色嘅。因為喺呢個血凝固因子佢哋形成血塊嘅過程咧，其實係好複雜嘅，中間係有好多唔同嘅物質參與，亦都經過好多步驟咧，先形成一個所謂
血凝固嘅情況同埋血塊嘅形成。咁而其中呢個過程裏邊咧，維他命 K 咧係有參與到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係抗制，即係話咧，我哋妨礙呢個維他命 K 嘅參與咧，就可以妨礙到咧呢個血凝固嘅發生。咁亦都咧就血塊就形成到或者減慢咗形成啦。咁呢一類咧就其中一個好出名同埋好歷史悠久嘅咧，就叫做華法林啦。可能好多人都聽過或者甚至用過呢隻藥。呢個華法林咧係呢個維他命 K 拮抗劑喺香港嚟講咧係即係唯一一隻成員啦，可以咁講。當然啦，就而家咧因為好多新藥出咗啦，而呢個華法林咧就太多副作用啦，一陣都會講少少嘅嚇。咁太多副作用咧，咁所以而家咧都比較少用噶啦嚇。因為呢就比較麻煩。好啦，第二類抗凝血劑咧就係呢個所謂直接凝血酶抑制劑。呢個直接凝血酶我英文叫 direct thrombin inhibitors。OK， 酶咧就係一種酵素啦，即係蛋白質，佢係會促使凝血嘅凝血酶咁顧名思義，促使凝血嘅酵素或者物質直接去抑制佢呢個凝血酶做嘢嘅。OK， 唔俾佢做嘢，防止佢做嘢。咁頭先講過啦，喺呢個凝血過程有好多程序發生㗎。咁凝血酶咧就係呢個好多嘅唔同嘅步驟裏邊咧，係會發揮佢哋作用，引致呢個凝血嘅直接凝血酶抑制劑咧，就係其中一類咧，就可以抑制呢啲酵素做嘢而從而咧就減少呢個凝血嘅發生，減少呢個凝血蛋白質嘅活化啦。我哋主要係就係針對呢個所謂中央控制因子咁，因為喺頭先講嗰啲步驟裏邊咧其中有一紮做嘢嘅叫做中央控制因子嘅。咁呢啲直接凝血酶咧抑制劑咧，佢就影響嗰啲所謂中央控制因子或者叫中央控制凝結因子咁就嚟產生作用。咁一個最出名嘅例子咧就係dabigatran 啦達比加群酯。好啦，第三種咧就叫做直接因子10A 抑制劑，咁direct factor 10A inhibitors。呢個直接因子10A 抑制劑係咩嚟嘅咧頭先講過有好多因子嘅頭先有提過啲咁嘅中央控制因子啊嘛，而另一啲重要嘅因子咧就係叫做因子10A，亦都係其中一種好重要嘅因子。喺度可以提兩隻比較重要嘅，同埋而家好常用嘅咧就叫做 episaban 同埋 rivaroxaban， 咁中文叫做阿派沙班啦episaban 啦，或者利佛沙班啦 rivaroxaban。OK， 利佛沙班中文名會比較翹口啲因為直接譯個音過嚟。OK， 就係呢三類，咁咧就係屬於呢個抗凝血因子嘅種類。第二大類咧就係叫做抗血小板藥物。咁呢個抗血小板藥物咧大致上咧就分三大類第一類咧叫做環氧化酶抑制劑叫做 COX-1 inhibitor。咁呢個咧 COX-1 inhibitor 一個最出名嘅例子就係阿士匹靈啦咁阿士匹靈就非常之常用，因為平靚正 OK 都個效果係唔錯嘅，非常之好嘅咁個劑量亦都好細，亦都副作用唔大。咁呢個咧就係第一類 OK。咁我哋叫呢啲叫強效嘅抗血小板藥。第二類咧就叫做 P2Y12 嘅受體抗結劑P2Y12 receptor antagonist OK。咁咧佢呢個受體咧咁喺小板上邊咧，佢喺我哋咧同呢個裏邊嘅一啲因子咧就會結合呢個受體，同當呢啲因子接受咗佢或者係同佢產生作用嘅時候咧，就會所謂我哋嘅拉着咗呢個血小板，活化咗血小板，令到呢個血小板咧產生積聚，即係話咧令到啲血小板咧會對其他嘅血小板細胞咧產生興趣而走埋一齊，即係好似我哋俗語講嘅吹雞你走一齊嚟玩OK 一齊嚟去出聚，所謂活化而積聚嘅過程啦。咁而呢個 P2Y12 咧係啦就有呢個咁嘅作用，所以咧藥物學家或者科學家就見到不如係咁，我哋不如就唔俾呢個 P2Y12 呢個受體去同呢個身體血液嘅物質去作用啦，唔俾佢哋走埋一齊，咁咧就可以咧，從而咧就減輕或者阻止咗呢個血小板嘅活化嘅發生，減低咗呢個吹雞嘅情況發生。
血小板唔會積聚，唔積聚嘅時候咧，亦都減少咗血塊嘅形成。咁咧就呢度其中一個好出名嘅例子咧，叫做氯吡哚嚇，Clopidogrel。咁亦都有個好出名嘅牌子叫柏力斯啦嚇。咁市面上個出名嘅牌子嚟，非常之多人用。第三類抗血小板嘅藥物咧，就叫做磷酸二脂酶抑制劑，叫做 phosphodiesterase inhibitor。呢個磷酸二脂酶咧，佢咧會喺個血小板裏邊咧，亦都係同樣地咧，會因為外界嘅或者血液中一啲刺激咧，會令到呢個就會產生呢個血小板活化同埋積聚。OK， 即係呢個磷酸二脂酶咧，佢哋會辣着嗰個血小板嘅活化同埋積聚嘅。所以於是乎咧，科學家又係啦，就抑制佢啦，又諗住抑制佢咧，就會減低、減輕、減少呢個血小板嘅活化同積聚。咁樣其中一個出名嘅例子叫 Dipyridamole 啦嚇嘅雙皮膜呢隻藥咧，不過咧就係非常之舊嘅藥嚟㗎啦嚇。咁雖然間中都有用，不過而家少用咗好多啦嚇。自從有呢個第二類呢個 P2Y12嗰隻藥出咗面咗世之後咧，磷酸二脂酶抑制劑咧就少用咗好多。咁總括嚟講咧，就呢兩大類嘅抗血凝固藥啦嚇，呢個抗血凝固劑同埋呢個抗血小板劑呢兩大類藥嚟講咧，就當然就第一類係強啲啦。OK， 對呢個中風心房纖顫呢啲嚴重嘅病同埋高危嘅病咧，就都好有幫助嘅。咁而第二類呢個抗血小板藥相對地就冇咁強啦，但係佢都好有效嘅。其實佢預防首次嘅中風或者係通過波仔嘅人，啲血比較容易塞比較容易快嗰啲情況咧，呢個第二類嘅啲抗血小板藥咧，亦都非常之常用嘅，預防首次中風，同埋呢個預防呢個通過波仔而產生嘅所謂血管塞嘅情況啦。咁至於你話有咩要留意或者副作用啦，咁其實咧講嚟講去咧，因為佢哋都係抑壓或者係延長呢個血凝固嘅產生或者血塊嘅發生咧，所以咧佢哋都同時咧亦都會容易咧就妨礙咗一個我哋人體嘅正常保護機制。因為其實血凝固嘅產生或者血塊產生其實係一個好事嚟嘅，本身係一個我哋先天一個保護機制嚟嘅。因為譬如當我哋血管受損或者俾嘢戒親俾刀整傷管咧一損咗咧，係需要咧就揾啲嘢咧塞翻住佢，等佢唔好再流血嘅，因為否則咧就流血不止或者好容易流血。咁所以咧我哋天然嘅保護屏障咧就係靠呢啲血凝固嘅因子嘅。咁所以咧就好直接咁，大家都諗到就係咧，如果我哋用嗰啲藥嘅時候咧，好自然咧就會影響咗我哋呢個機制。常見嘅副作用咧就容易出血咗啦，即係話身體裏邊容易出血。你稍微撞下碰下嘅時候咧，裏邊嗰啲血管稍微有少少損傷咧，都會比較長時間流血，或者你刷牙刷損咗，嗰個流血亦都會耐咗。又或者係甚至小便可能比較容易出血OK， 咁呢啲情況咧係會發生多咗。OK， 咁咧就當然仲有流鼻血啦都係啦亦都流鼻血咧，亦都係流耐咗咁咯。咁當然啦，如果唔係太嚴重咧，即係都唔係太耐亦都會停嘅啲血亦都嗰啲血凝固因子亦都會產生到作用嘅，咁就冇問題啦。嗱，如果太嚴重嘅話咧，咁就要真係揾醫生，可能要停藥好，或者校藥好，或者轉藥好啦。個別就冇乜特別嘢可以講嘅。咁唯一可以咧就講咧就係話嗰個影響出血之外咧，亦都可以係會影響嗰個腸胃不適啦咁其實咧好多藥都有呢個問題㗎啦腸胃不適屙嘔肚屙肚痛呢個就係一啲一般嘅副作用啦。咁如果抗血小板嘅藥咧，亦都有機會咧就容易即係會見到瘀傷嗰啲啦咁都比較常出現啲瘀咧都比較大笪咁樣譬如有胃出血嘅人啦，試過或者係容易出嗰個本身已經有呢個凝血有問題嘅人啦，或者肝腎功能都有問題嘅人咧，就要比較小心用呢啲藥啦咁因為咧可能嗰啲人咧會比較第一可能嗰啲藥咧會傷個肝，第二咧可能咧即係傷肝同傷腎啦，第二咧就可能咧影響嗰啲藥物嗰個藥效，可能嗰啲藥物藥效會強，會較強較一般人咧係嗰個藥效勁啲，咁藥效勁啲咧就即係話咧比較容易有呢個副作用啦，即係出血嘅問題啦。